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6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入秋的头一波冷气团已经明仔到底，玉山的气象站今日透早低温降到零下1.3度，甚至更结霜。伫联邦防震会议2分会招募未成年暴力讨小，警方抓着28人，劳动的档口违建被拆掉。世界棒球12强，咱台湾摕到冠军。棒球英雄是早暗转来到台湾，稍等的下晡3点20，台湾上泳大游行都要起行。这入秋的头一波冷气团是预计明仔就会到底，不过相信咱的观众朋友今日应该都有感受到这天气是哪来哪寒。玉山的气象站今日透早低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3度，甚至更结霜。气象署就表示，明仔载这冷气团落南，北台湾愈暗地愈冷，预计拜四暗时到拜六透早，平地上寒是降到10度左右。星期四晚上到星期六清晨的夜里，清晨会出现最低气温，譬如北部、东北部沿海空旷或近山区的平地，如果低温有可能出现在10度或10度以下的话，我们就会发布低温特报提醒。中南部它的日夜温差就比较大，大约9到10度左右，像北部的温差也还算还好，大约7度左右。玉山北风今日透早2点14分，低温是降到零下1.3度。早起7点会当看到这树尾、草坡，甚至是气象站的设备拢结霜，看起来是一片白苍苍，场面真壮观。气象署是表示，拜二锋面离开，后壁北风高压就会带来大陆冷气团，明仔开始影响台湾，一直到拜六的透早拢会真寒。礼拜冷气团减弱了后，才会溜溜回温。不过后礼拜二，就阁有另外一波大陆冷高压要来，气温会阁下降。世界棒球12强，咱台湾摕到冠军。这阵棒球英雄早暗时坐飞机返来到台湾，用上悬的规格水门内间迎接。不过这入境的动线煞是乱糟糟，因在翕相的时阵，甚至阁互客去边啊。网友看袂过，批评讲袂使安尼对待英雄。中华队伫世界棒球12强的比赛摕到冠军，转变是欢喜甲。这队员回国，规旁的球迷是拢招话过，现场的动线是不了乱。大家做伙翕相的时阵，有一个穿卫衫、免税店的干部，硬钱去副总统萧美琴的分数边。后关底应该是主角的球员甲教练，常变做是配角，引起网友的批评。讲难听一点，你又不是主角，对不对？你主角的人本来就应该切前面的你们配角如果要点一下，也是在旁边嘛。就都可以就看球员自身会不会感到反感这样子，尊重选手当下的心情嘛。就是回国的时候，可能就都已经很累了，可能就会想要早点去休息之类的。大家其实都就是关注这个球赛，然后就是也很开心，中华队就是世界冠军，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因为太兴奋了，先规划好这个动线的话，可能会更好啦。针对批评的声音，机场免税店的董事长嘛赶紧出来亲身甲社会大众回息咧，感谢各界的包容甲指正，强调会根据这个假期持续改进。我们没有妥善的安排，以至于球员还有教练团受到干扰。我们深切的反省，向所有注意此事的社会大众致上最深沉的歉意。免税店嘛讲会主动联络中华职棒联盟来甲因回息咧。嘛答应会全面检讨，避免类似的情形搁一届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队摕到冠军，实在是有够光荣。所以讲，总统府甲文化总会就比较迎接奥运英雄的模式，举办棒球英雄台湾上泳大游行。稍等的下晡3点20，就会对228公园附近起行，一路接受民众的欢呼，行到总统府参加英雄 party。这有民众是对透早6点半就升起游行的路线占位，希望会当亲目睭看到家己支持的球员。
世界12强棒球赛，咱台湾队得到冠军，也啦文化总会击败咧，也要举办这个英雄大游行来庆祝。伫咧游行现场咧，文化总会也会分这个 Team 台湾的旗啊，顶头有这个野球，也有球员的导游后面将伫咧游行的时阵来，会使来压这个旗啊。也啦伫咧车路对面的早时6点就已经开始有民众到场来占位。我差不多早起6点半，因为昨暗时因为上班嘛，上班的话就袂使去机场甲因接机，就想讲今日就较早来，较头前的小等节因来的时阵就会使甲因加油安尼啊。天台湾，天台湾，好高兴啊！我今摕无天台湾的旗啊，还佫今叫人说，还今去摆咧后壁看袂到。透早就来占位，阁有人椅头啊也准备好势，就是希望通占到上好的位。近距离看到家己支持的球员，今仔开线这块应援物品也拢穿好势。就在北丰啊！其实我想看郭俊麟，可是他没回来啊。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下晡3点20为28公园边的公园路出发，终点到总统府。总统热情地会接见台湾棒球代表团。文化总会为8日中昼知影台湾队通晋级金牌战开始，用不到72点钟的时间，甲游行准备好势。8日的时阵，确定讲这个美国赢嘛，咱有机会会使拍这个金牌战嘛。伫个72点钟内面来规划这个大游行，还有这个总统的这个接见甲英雄派对。游行路线的中庆南路、车路两边透早就有摆路闸，而且有黄线，因为这寡所在阁有中职6队的啦啦队应援团，会带民众唱台湾上勇，也有雷声团艺剧团会拢个欢迎游行的队伍，做伙支持台湾代表队。记者郭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台湾代表队的选手昨暗转来到台湾，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中昼就伫咧君悦饭店办桌请选手。这球员甲教练是穿印台湾的衫来参加活动。政府接下来该做的，不单是成立一个运动部不够，我们要在成立运动部之外，要做的更多、更好、更快。你们用12强出去。你们用世界第1强坐收，这是国人最好的礼物。行政院长杜英泰致辞的时阵是表示，台湾队以12强的名义出战，是摕到世界第1强转来到台湾，是全台湾上好的礼物。嘛答应要为着这运动产业付出更较多。一顿饭吃煞，台湾英雄就要去参加大游行，小等下会为观众朋友奉上上新的现场画面。好，接下来是我们国军。接落来，我来看这工商协进会今日是举行工商早顿会，是这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头一届参加。工商协进会是计共提出27项提案，甲74项建议。针对这企业界建议这核能甲绿能共存，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会采取开放的态度。另外，伊阁强调讲，明年军工教是会加薪3%，希望这民间的企业买当照顾员工。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头一届参加工商协进会早餐会，听产业的建议，对国内薪水的结果，杜英泰甲企业发声，希望会当照顾员工。明年军工教人员会调薪，我也诚恳的需要拜托我们在民间的各位产业，也能够增加对劳工朋友的福利跟照顾。我想。鼓励他们，他们就会做更好的成绩。我们的加薪幅度都不少于3%了。公司赚的钱跟员工分享，这是应该的事情，我们绝对支持。有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可能会有点落差了。那这个是不是政府能够有政策能够来帮忙？工商协进会这届拢总提出27项提案，也有74项具体建议。早餐会也有延长8点钟讨论才结束。针对企业关注用电的问题，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2030年进前拢未欠电，对新的核能的技术会采开放的态度参与讨论。吴东亮表示，这是伊较早毋捌听过的。不过吴东亮嘛讲，美国新的总统川普就要上任，会为全球的经济、地缘政治增加无确定性的因素。不过民进党政府过去捌甲川普政府有来去。相信未来若是有变数，政府拢会当有上紧、上好的方式来应用。现在美国的企业敢阁会继续来挖靠台湾的半导体？吴东亮提出伊的看法。台积电跟美国的科技产业呢，我们绝对是合作，我们不是这种
恶性的竞争。我们也没有去抢到美国人的利润，我们是赚我们应该赚的利润了。可是重要的是，这是上下游合作的关系。针对早餐会内容，吴东亮认为真成功，嘛当感受到政府的诚意，嘛提这届中华队伫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的精神，希望工商界嘛当发挥台湾常用的精神，甲政府合作，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甲繁荣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今日早起是陪司法院长的被提名人杨文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加强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去拜会立法院的民进党团。拜五的时阵是拜会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不过，这国民党的立委李彦秀是批评这姚立明争议不断，也若是民众党迄边是表示会严格审查。这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拜几摆，伫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的陪伴之下，伊拉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争取支持，包含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正、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拢参加，现场气氛是真好。在法律的各种议案上合作经验非常多，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都是旧事了。所以互动起来当然非常的和善。聊得还 OK 吗 ？OK， 谢谢哦。周五有信心吗？会见蓝白党团的时候？应该有信心。针对大法官人事案卡掉的被提名人自告会连续拜会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潘明安透露有信心。吴思瑶指出，真侪被提名人是法界拜头前，也是老朋友，希望12月20日投票表决有好的结果。那被党团虽然表态欢迎拜会，但过绝对的心好心软。国民党李彦秀都点名姚立明，选前的时阵抹黑攻击在野党。赖清德在竞选的总主委竞选期间是抹黑攻击在野党，现在华丽转身成为大法官，成为司法院的副院长，我想连民进党委员都是看不下去的。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的释宪的立场啊，这些新任的大法官，他们如何解读这一次的宪法释宪嘛？哈，那被立委也出题，国会这款修法实宪案加废止立场，拢会是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重点。另外，立法院指导公布审查柯庆瑜人事案。柯庆瑜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宪讲到，这场霸凌案件做出承诺，那得到立宪进兵，会赶紧修法保障公务人员。上任后，将立即责成院属相关机关，严厉将职场霸凌相关措施提升到法律位阶。周鸿宪表示，同意制定公务人员保障法的反霸凌条款。将霸凌提悬到法律层级，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各位人士同意权会伫12月17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劳法司北分署哪像是发生霸凌的事件，经劳动部长何培山落台，新劳动部长翁新汉长就任。今日透早头一个行程，就是去北分署关怀员工。翁新汉是讲，伊会提供一个会使互基层的员工直接联络到家己的电话甲电子批，希望互基层会当直接传达意见。email 跟电话只有我自己跟我的机要有权限，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的做法。当然，我们会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在那之前，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那我今天其实也去看了谢分署长的办公室，确实里面一些摆设的状况，我确实觉得是过当了。甚至还要同仁花心力去帮他做这些摆设的维持。翁新汉讲，伊是已经有看过前北分署长谢义用的办公室，内底确实有无适当的糟蹋，而且佫有了解到谢义用是要要求同仁伫咧分署内底走表这款代志，翁新汉感觉真含糊，而且真危险。针对这风声批评劳动部送礼文化，翁新汉是讲，经过了解，确实有改善的空间。伊嘛表示，伫伊就任了后，未阁有不当送礼。尤其是准备礼物，甲中国普普塔塔的文化。
劳动部长洪新汉就任第2天，在全高中就随开记者会，呼吁劳动部长在就任了后一定要先修法，让公务员有做工会权利，才当避免这霸凌的事件再发生。新就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伫接任了后，拜二就随到立法署北分署去关心员工。全高中拜二开记者会，提出建议，希望同款是社运界出身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会当坚持原本的信念，维护劳工的权益。洪部长是社运界出身，所以希望伊会当成为咱劳工的部长，唔是官员的部长。全高中建议劳动部长洪新汉应该先支持公务员有组织工会权益，亲像这届技师因为受到工会调霸凌，行底路39岁姓吴的公务员，全高中认为伊上班的时间伤长，佮无多报加班、愈假的上下班卡，面对工作上的困境，却无所在通申诉。希望劳动部长赶紧定出修法的时间表，支持公务员会当家己组织工会，替家己发声。要支持开放公务人员组工会啊！如果在这一次的整个案件里面，公务人员是可以组工会的，我相信这个事情早就解决，不会有拖延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除了要求公务员要有组织工会权利，全高中嘛呼吁劳动部长洪新汉要替同款是劳动者的公务员出声，用劳动者的角度去呼吁行政院修法，而且要求5一劳动节全国要休假，保障全国劳动者的权益，打造一个友善的劳动环境。记者第二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民进党立委洪新汉接劳动部长，不过台湾适龄者家庭看护雇主协会是认为讲，洪新汉过去的立场是较挖移工，无咧顾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协会的另外，这协会嘛要求爱贴查就业安定基金，这30年来，几多千亿是拢用去对，嘛呼吁政府莫阁甲适龄者家庭逐个月收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还我就安基金。雇主协会带适龄者家庭向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发声，针对前部长柯明春和叶康讲，疑似恶用就业安定基金来办演唱会，协会主张贴查30几年来几千亿基金用去倒，也呼吁对适龄者家庭停扣每个月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今天移工不要做了，他选择逃逸失联。他被抓到了，买的机票钱哪来的？就业安定基金，他跑去安置中心接受安置，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就业安定基金。协会也质疑讲，洪新汉立场长期偏心移工，无重视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亲像是家庭看护工，雇主也未得到照护进前，就要付外籍的看护3天的薪水。这款入境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洪新汉立委期间所推动的。因为移工团体是认为讲，爱重视移工和雇主或者是中人剥削的情形。我是挺劳工，本劳移工我都挺。有一些家事移工，他是受雇于严重失能的弱势雇主，这部分我会邀请卫福部来一起讨论。雇主怎么剥削他？我们的移工的聘雇的成本是新加坡的几乎2倍，从来没有在讲你要怎么履行合约。包括洪申翰今天已经变成部长了，他们主张移工可以来台湾之后任意更改雇主，雇主在剥削你吗？不是，那你是在诈欺我们吗？台湾立委同款呼吁劳动部重视欠工的影响，也有平衡看护甲被照顾者的权益，予适龄者的家庭支持。外籍移工有人权，但是难道台湾的雇主没有人权吗？有自己重症失能者都在那边会哭说，他说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选择结束生命，他不要去拖累他的家人。移工也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跟保障，包括福利。我们的长照3.0如何挹注在本劳以及移工的政策上的经费的协助啊，那让我们真正失能者有需求的人可以找得到人来照顾。目前国内适龄的移工人数有88000多人，雇主协会除了反对非法的移工就地合法，也建议对用违法劳工的雇主甲中人提出处罚，避免其他行业对适龄者的家庭抢工。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有家长指控，家己咧读国中的囡仔去互同学霸凌，甚至佫受伤。不过因甲学校反映，说是拢无人处理。不过这学校强调讲，因顶礼拜5接到消息了后，就随通报开审查会议，绝对无结外挂。提出囡仔受伤的相片，手是伤痕累累，耳仔后壁也有空喙。彰化县林某国中去互家长指控，
囡仔为9月开学到今，几日届受到同学霸凌，毋但是外头去抢转来过程当中受伤，文具、雨伞也去用歹意，也搁定定去欺人，致使囡仔变甲无想要讲话。桌子被踢到走道上去，然后桌上啊、书本上发现有粉笔灰，还有他的文具、笔呀、常常掉到地上去啊，或者是修正带坏掉，还有他水杯总是会在地上出现，然后餐袋不见啊。家长批评已经几日届写联络簿仔反映，导师拢讲会调查加强宣导，但是最后拢无结果，只好上网络求助。校方是表示，22号暗时有接到导师通知，疑似发生霸凌事件，马上进行校安通报，而且伫咧25号召开霸凌审查会议，确定成案，后续会展开调查，并无消极处理。校方这边也进行了校安通报，那也决议在11月25号，也就是昨天哈，然后早上10点已经进行了霸凌审查会议。那目前确定成案，那后续将进行调查。那本府我们也请督学进行了解，并要求校方确实依防治霸凌规定准则，规定办理妥处，查明妥处。中华县教育处是强调，会请督学了解实际状况，而且要求校方确实依照校园霸凌防治准则来调查。学校是表示，26号会请专辅老师来甲这名学生了解，并讲身心状况，而且参考个人的意愿，才来决定是毋是要转班，也会持续关心提供协助。记者中华报道。高雄山球场月底就要点到幸福市府停止营运，这嘛造成球场内底工作人员会无透露。今日早起，包含工作人员也有俱乐部的会员，计将有150人都去议会顶前，呼吁这市府就爱互球场继续营运，保障劳工权益。有口饭吃，有口饭吃。来自高雄球场的专属客里，有人为国小做到今麦年资超过40档，然后新住民靠这份工课起专家，所以因为球场放收登去，全部失业。我们都是在球场。也没有什么工作的能力，临时收起来，我们怎么办呢？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我的小孩还很小，我们家一家5口，就只靠我自己一个人上班。79个人组自救会，希望市府和球场继续经营，莫互因伫过年进前失业。26号早时，劳工局出面接陈情书，表示会协助因转职。工作权的部分。阮嘛愿意来看合调，其他的球场有啥物需要遮，阮会努力。骑车爱骑偌久，我倒尾骑就爱偌久。3点半，我一个查某人，骑3点，我讲哪去？我们一定不敢去的。足球会反映，阮球场平常早班就爱半暝3点半到，若是到搁较远的所在，交通路线侵入上班的安全，拢互因烦恼。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立场。那以及保护相关劳工的这个劳动权利这个部分。毛俱乐部会员这个球场守长也影响在地人才培养，市府回应球场长期使用农药已经影响大高雄民生用水。甲业者经过一档讨论，伊嘛无提供应该有的改善计划，将要求球场甲劳工好好协商，劳工局嘛主动检视，按照个人需求提供协助。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带大家来看最新的消息。这届世界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在咱台湾是3大国际赛当中的第一座冠军，全台湾拢真激动。自从这台湾的棒球英雄站转来到台湾了后，总统府今日下晡是比较奥运英雄的模式，甲因举办棒球英雄台湾上用大游行。自从这开道是长老街，咱赶紧来看现场的画面。是我们的内外野守备教练安顾恩、陈江河，还有火哥张建平。接下来呢，这是12场比赛，在短短12天就打了9场高强度比赛，这要归功于体能教练刘品成跟我们重训教练洪全义的细心调配跟安排，才能让选手可以完美的发挥实力。大家掌声拍起来！谢谢教练，谢谢教练。另外，在我们后面的这辆车，告诉大家火药味很重，我们的重炮手们来了，让我们欢迎打垮他们，预祝郑颂恩、李安可、陈成威、PJK 潘建凯，以及同样也是今天生日的邱
志成。生日快乐！我喊邱志成，你喊生日快乐，邱志成。生日快乐！现在，请各位观众把你的喉咙借给我，因为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台湾强棒张振宇、李凯威、岳东华、朱玉贤以及林立。岳东华跟张振宇都用打击还有优秀的手背，让世界看见台湾。而李凯威跟朱玉贤则是像守护神一般做台湾的后盾，在冠军战最后的一球就是朱玉贤来个再见冲场。接下来我们的铁牛棚，让我们欢迎加国豪、林凯威、陈柏清、庄心燕、黄文志，以及希望你快点回到日本的张玉。好，接下来呢，双手举起来，把你的大拇指比出来，还有爱心。因为现在的战车上，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顶尖的王牌投手袁岳明、陈冠伟、黄子鹏、胡俊伟，还有我们的长打好手大炮铁捕吉利吉隆公关。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借给我你的声音，因为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时也不要忘记伸出你的手，跟我们的台湾英雄们挥挥手，挥挥手。对咱头拄只画面当中，咱看到的就是棒球12强英雄的车队，会当看到这街头巷尾拢是客家10桶桶，大家拢是要来迎接这棒球的英雄的球迷。咱头拄只看到的一个车队顶头的，包含这重炮手林安可、吉利吉老公馆，也阁有冠军赛先发的王牌投手林玉平以外，还阁有真侪亲像是冠军队，还阁有教练团嘛拢伫咧内底。因拢是伫咧车队当中感谢球迷甲因支持。这场游行是对凯道公园出发，一路行到总统府，一路上嘛安排各类的応援站。这代表团行到总统府了后，是由3军的仪队大检门，而且由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感激迎接，代表全体国民感谢因为咱带来阳光。接落来看这诈骗的手法800款，敢若是这3个月来受骗的金额都有900亿，就算讲报案，嘛是有8成的被害人这钱是讨袂回来。这早起，立法院就举行公听会，银行的工会是表示讲，因有真美接咧主动诈骗，不过有当时啊，佫会去互刁难，甚至是恐吓，甚至是真无奈。也若是电视协会是提醒，这境外社群平台，也佫有加密货币交易所，都已经变做诈骗的管道，都要特别注意。乌石汽车周围警力做一个包围，原来员警早一步到场，抓到诈骗集团收压榨钱的人。警方继续埋伏，就等面交的共犯。人是抓到啊，毋过互骗的钱敢会当约倒来，佫会当摕倒来偌济，这才是被害者佫较关注的代志。这个是某一个案件的虚拟货币的洗钱的路径，几分钟内就可以做这么复杂的洗钱手法。过来诈骗游员真济，受理的报案数直直增加。最近3个月财损的总金额，逐个月拢有上百亿。有立委也讲，有8成的被害者甲损失讨袂回来，也有人批评讲，早期犯罪已经变做上新的强盗产业。
经过判断以后，认为真的有异常的账户，我们可能就会先设控。好，那设控之后，也会被呛声说没关系啊，你下班小心一点。要有效拍诈骗，立委召开公听会，找来政府机关各领域的业者参与会议，讨论安怎公私协力杜绝诈骗。不过银行公会讲，防诈骗拢有做，无奈实务的运作，互刁难、互恐吓。电视协会阁甲问题点指向 Line、Meta 等等的企业，每天花了62.8分钟用 Line 进行通话。那么用行动电话一天花了多久时间在行动电话上做通话的服务呢？13分钟。如果境外的服务提供者都不愿意落地，那么如何透过国内的防诈司法要求他们愿意做服务的提供？国内诈骗恶化，对境外社群平台、甲密会牌交易所，拢是互点名的诈骗管道之一。虽望政府强调讲，拍诈骗司法明年上路了后，就可能会当压制。不过，敢会当亲像郭部门所讲的同款，佮来看各界的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过后，这国内医护人员是真欠卡手。台北营总就引进护理辅助人员协助这临床的工课。半年来，这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死头路的比率嘛对咧下降。新冠疫情过后，护理人力大规模流失，地区部分病院出现有床无人、逼迫关床的问题。为破解护理人力困境，台北营总试办技术混合照护模式，也就是引进护理辅助人员，俗称护组，协助护理师临床工作，比如倒三工带院病人冰身，管是这非专业性的照护。想不到半年来，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离这率也明显降低。我们有实施跟没实施的病房，有实施的病房离职率是有比较低于我们全院的离职率的部分。主要就是照护人力没进来，护理人又不够，但是这个成果是好的，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护理人员，所以护理人员的离职率会降低。因为台湾每年的政治超高龄社会加上少子化影响，工作人口每年下降，各产业都面临欠工的问题。依家呼吁政府应开放给病院聘雇外籍护助，分摊病房护理师的工作压力。我们是不是要引进外籍的护佐？但是绝对不能占到我们的护理师的人力，因为不能影响到你们，但是要分担你们。慢性病床跟这个长照机构，那么可以聘请这个外籍移工来协助这个照顾生活照顾的部分。医院的急性病床是没有在这个里面。健保署长赵东良强调，会甲劳动部进行跨部会研究，是不是开放病院聘雇外籍护助。另外，今年8月开始也推动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试办计划，也就是真侪住院病人共同请一个看护，唔但减轻家属的负担，也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担。目前已经有109间病院参加，应提供5000个床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守护妇女甲儿童的身心健康甲权益，13个团体是组成全国妇儿团体联名，反对照目生囝，而且佫呼吁讲，若是摕囡仔，就爱随通报。不过，国健署是回应讲，咱台湾的法律目前是还无规定摕囡仔爱通报，所以讲若是要修法，爱佫评估。到底完成照顾向定点到台湾，希望妇女甲囡仔拢有安全健康的囡仔时代甲生活。全国妇女团体联名宣布正式成立，结合13个理念同款的团体共同发声。今麦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反对代理孕母合法。有些经济弱势上面的妇女，她们也是为了金钱的缘故，所以她们就好像出租她们的子宫，有一些商业上面的那种，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妥当的。妇女联名指出，台湾摕囡仔人数是每年外产新生人数的2到3倍，呼吁政府建立有薪妇女生产基金、人工流产通报机制，加设置有薪妇女个案管理师，正是非有期有薪妇女人工流产的议题。若无提悬育儿补贴、人工生殖法开放，对解决少子化危机是无帮助。如果你一直在花这种不断的补助一些不是能够针对少子化有直接果效的方式来讲，其实对台湾这么严峻的少子化议题，我觉得帮助不大。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按算上紧在今年底将草案送入行政院，
有医所认为，自然生殖科技治疗有效性达到80%，比人工生殖科技较悬。社会上正反的意见拢有，各需要好好沟通。一件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所以说，我想大概就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郭建树表示，咱目前并无法律规定医疗机构爱就人工流产进行通报，国际上亚洲部分国家有通报机制，所以议员爱审慎评估。人工生殖法草案今年7月中已经完成60字预告，各针对预告期间收集意见，目前在照法制作业定数办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一架对德国飞往立陶宛的 DHL 飞机，在当地时间2号透早，在立陶宛的机场载落，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虽然目前是无证据指出讲这是恐怖攻击。不过，德国的外交部是认为讲，这阵国际局势正乱，希望有关单位会当合作调查，理清事故的原因。机场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一架无人机伫无路的所在落落去，佫爆炸，火光照甲光影影，也佫庆出乌烟。这是一架为德国飞到立陶宛的 DHL 飞机，当地时间2号透早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場附近住地区落落去，造成機頂1死3人受傷。Ir skrisdamas jis biški suko į dešinę pusę, į laukus, kaip sakant, į tas gyvenamasis vietas, nežinau, ten yra namai, nėra. Ir nežinau, bent jau aš tikrai mačiau, kadangi buvo tamsu. 好佳在无造成附近居民伤亡，立陶宛当局表示，目前无现象证据指出这是一个恐怖攻击，或者是故意破坏行动。不过调查过程可能至少需要1礼拜。德国外交部也声明表示，目前国际局势无安定，无排除甲最近波罗的海电线被切断这相关事件有关系。爱查明真相，确认是毋是另外一个混合攻击事件。Pasakyti galiu taip, kad kol kas kažkokių ženklų, faktų, kad tai būtų sabotažas, teroristinis aktas tikrai nėra. Ypač kai kalbam kažkokia išorinė įtaka lėktuvui. Zum einen haben wir hier im BMVG bislang keine Erkenntnisse über einen Sprengsatz oder einen Sprengsatz und seine Herkunft. 混合攻击常常是讲非常规的军事策略行为，比如破坏基础设施、网络攻击等。自从2001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常常用这个名词来形容因指挥莫斯科针对自身的行动。DHL 表示，这架飞机是由航空公司营运，机龄31年的波音737-746飞机，伫立陶宛紧急降落。德国当局也在调查今年几架 DHL 包裹暗藏燃烧装置引起火灾案件。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菲律宾的正副总统因为利益分配超袂平，对外立场阁无同，两个人是对徛斗袂捌。副总统杜特地甚至是公开放掉，若是伊去互暗杀，就会派人去追杀总统小马可士。针对这款言论，小马可士是指控讲已经犯刑诉罪，袂当甲听刑。副总统萨拉杜特地威胁被暗杀总统小马可士第一夫人丽莎加众议局长罗姆德斯，也就是小马可士表亲的这话，和菲律宾国安体系政治高度警戒状态。军警马上提关总统四周会的会安，司法部长也表示会传唤副总统进行调查。国家安全委員會指已經將這看作是國安問題。Kung ganun na lang kadali ang pagplano sa pagpatay ng isang presidente, paano pa kaya ang mga pangkaraniwan na mamamayan? Yang ganyang kriminal na pagtatangka ay hindi dapat pinapalampas. Yan ay aking papalagan. 小马可士甲杜特地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以2021年分别伫正副总统选举胜利，上台无偌久，就因为利益分配甲对外立场无共款这问题，关系是亲像水火共款。杜特地今年6月失去教育部长甲反叛乱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只保留副总统的身份。罗姆德斯最近大幅度减少副总统办公室1/3预算，和双方的矛盾更较严重。萨拉介意凊彩讲回大炮型的爸爸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同款，对马可士家族是正歹声哨，只因贪腐无能对待杜特地家族甲支持者政治迫害。顶个月，伊阁向记者表示，甲马可士关系极度恶化，已经想要砍掉伊的頭。Pag-threat sa'yo, lalo wala.
pagkakaroon sa kanila national security. 菲律宾近40年来发生过2摆致命革命，甲10多摆失败军变，将副总统关系恶化，互军方立场成做外界高度注目焦点。参谋总长布劳纳自5伫三军总部参加升旗典礼时阵，提醒士兵保持专业，效忠宪法，毋是个人，毋通受政治事件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宜兰的警方掌握德联邦红人会宜兰分会是招大量的未成年人暴力讨小，警方是已经抓到28个人，而且这个分会伫咧罗东的档口嘛，去互查出是铁厝违建，地主已经找人拆掉。铁路小组押请2人一组进入一间洗车场，并且伫后壁的铁厝内底抓到违法的分子。因为警方掌握到这个洗车场后壁是德联邦红人会宜兰分会伫罗东地区的档口，内部除了有交警、分会成员，阁会压人到遮暴力讨债。警方3届行动，计共抓到28名分会成员，以4代男性带头，全部按照涉嫌组织犯罪条例上班。经过调查，这个分会大量招宜兰未成年的佚佗囡仔组成棒球队，伫地方做阿爸，暴力讨债手法有关9人仔，甲镜头口、喙等等。警方查到这个分会伫罗东的档口是铁厝的违法建筑，以第三方警政的策略，甲因报车管府建设处处理。因为本案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治安案件，所以我们就原本定于今天要来进行强制拆除。是。那到现场，因为发现违建人已经自行先办理拆除。县政府警察局查获上述案件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报请我们的县政府。来拆除这个依附为生的堂口帮派的违建管府清查了后，认定这个铁厝伫罗东的地水防灾都市计划保护区内底有800平米的铁厝范围，无符合土地使用的管制规定，要求地主30天内保证改善。地主未改善，所以通知日落，佮唔拆除完成，会派机具强拆掉。管府联合警方到现场确认拆除的进度，目前地主家己拆除的作业已经大概完成，干那剩建筑的废弃物要处理。管府表示会要求因赶紧清掉。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台东一个查甫人去丰原桥下李家溪散步，不过这溪水煞是熊熊涨起来，伊拄掉一个桥骹。这个查甫人是家己报警察，救援人员已经甲救起来。差不多半暝2点的时阵。台东分局丰里派出所的警察接到报案，有人掉伫丰原桥骹，警察去现场用手电找，发现一支桥墩边有人，赶紧请消防局救援人员来支援。5个救援人员为溪水较无遐岔漏的所在，撩溪去到等待救援的迄个民众遐，甲这个民众还佫有2只狗救出来。民众甲救援队员讲，伊是带狗来散步的，经过清早来，对遮的地形是真熟。毋过想袂到这一天溪水会熊熊涨起来，所以伊找无转去岸边的路。因为这个民众伫找路的过程当中无细致受伤，所以伫救护车车顶，互消防员简单甲空嘴包包咧就转去啊。对这边有熟吗？熟。我们到场的时候，患者在河岸的对面我们经由徒步渡河之后，那他是说他是在遛狗这样子遛到一半，突然那个溪水暴涨，没有办法回来这样子。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最近天气的变化较大，溪水有可能会熊熊涨起来。暗时视线阁歹。建议民众上好莫伫暗时去溪边活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减少这环境当中石棉的建材会有致癌的风险，各县市是配合中央，若是甲石棉拆掉，就会有补助。不过真侪民众是烦恼讲，这拆掉电器的费用伤过贵，也是讲这厝顶都也无歹，或者是厝主有几两个人等等的因素无愿意拆掉，造成这成效是真有限。去伫咧田地头前的工寮是过去农民为着方便放杂货，也是做是家私所起的仓库，大多数拢是用石棉箬做厝顶的建材。为着要减少石棉致癌危害，中央积极推动石棉处理费补助，不过有一寡民众意愿无悬。嘛无啊，安怎讲？都废弃啊！算目前的当用就好呀。系啊。大家拢安怎想？像我这都密密麻麻。我嘛无爱去遐叮当。
根据统计，婚姻馆有25000栋建筑厝顶是用石棉建材，也县府针对客家、停业工厂也是农业设施拢有石棉清运补助。大多数拒绝拆除的民众是认为厝已经是旧搁后，或者是石棉遐也未歹去，搁会当使用，才无愿意拆除，因为搁要另外开钱装新呢。所以民众可能会因为本身在拆除的一个费用，或者是说目前对于旧的房子的一个改建或怎样没有规划，所以不愿意来提出做一个申请。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或许后续的话，在中央的部分可以考量，是不是可以来编列相关的预算来做一个协助，可以提供民众提高他们的一个申请补助的一个意愿。婚姻馆环保局表示，石棉废弃物清除处理费真悬，县府今年向环境部争取4450万的补助，接受290件申请，预计清除650栋的石棉废弃物。明年度会继续争取经费，提供有需求的民众来申请，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建成400年的活动就咧要煞过，不过明年煞是阁要迎接府城建成300年。所以讲，在台南到底是400年还是300年，都互民众三保障。台南市的文化局表示，台南400是透过展演来展现台南的文化，甲这府城建成300的活动袂顶塔。以台南府城古今高岩，经过400年的时间，展现古都台南历史的水。2004年是荷兰人伫安平起捷兰家堡建成开始算的400年，所以台南市府今年以台南400做真侪活动的主题。不过2024年就要结束啊，即马佮传讲明年有府城300年的相关活动，嘛互民众分辨清楚。不必要在短时间内搞一个重叠东西吧。我第一次听到府城300，我瞬间会感觉怎么倒退100年。民众对台南城那为400年倒求100年三保障，有民代质疑台南400用1年时间来办，佮开超过11亿，煞无清楚印象。市府表示，台南400是以台南、台湾做中心的海洋史馆，展现台南多元文化甲发展。另外，嘛开超过5亿，征收古迹进行文字修复的工课，为台南甲重要的历史现场甲见证留落来。咱办的有啥物留伫台南市？我建议讲办一个新颖200，用我钱来建设阮所在，无开舞舞嘞，通拢无伊啊。整个府城300的预算，其实对于整个台南400。其实只有1/10不到的预算规模，那代表说他想要把这个题目推出来，更有效率的执行这些预算，相当于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像台湾灯会、台湾文物博会来展现台湾与世界的关系，那也展现台南多元的文化与发展。另外，针对府城建成300，市府强调讲是透过清代城墙营造的历史，探讨城市地理的议题，来看府城甲大台南的关系，呈现城市文理和历史空间的特色。这两个活动无同款、无相同的问题。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嘉义县坐火人的比例是超过22%，是全台湾上高楼的县市。佮加上真侪乡镇，有原是靠传统的农业，也是渔业，就造成这人口拢搬出去。不过，即阵是有一寡少年人选择转来故乡创业，有人是伫咧渔稳啊卖花，推测社区营造；有人伫咧庄脚结合农特产卖咖啡。希望会当透过家己的专长改变因的故乡。利用村外的花材举办课程，让大人甲囡仔动手来培养生活的美感。嘉义县的当中有一间花店开伫渔运的边啊，为着要让人来了解这个所在，头家就用社区营造的概念举办活动，介绍家己的故乡。一开始会烦恼讲会做袂落去无，因为遮人口无安尼济啊。你看嘛，需求也没有这么无像台北啊是市区遐尼济，啊，毋过就是。互人感觉讲，虽然讲这是庄脚，啊，毋过嘛会当有一寡水的物件会当你来咱遮。或者少年朋友会感觉，虽然是庄脚，但是有一点仔好理起来。除了当朝渔运的花店，鹿草乡嘛有少年朋友甲将近60年的老茶厝整理做咖啡店。高雄民雄的往来，一滴的生水，鹿草在地米甲做的米芳摕来做饮料，要互专工来遮啉咖啡的人会当感受家己在地的气味。用家己在地的物件去做，会当互别的县市的人客会当更较实在阮家己的产的物件呢。鹿草这个地方虽然它很偏僻，然后因为这一间店，所以带动了附近的观光，所以觉得非常的特别。
嘉义县的一寡偏乡只有传统的农业甲渔业，人口老化甲外移的状况嘛影响到地方的发展。少年朋友回来故乡体现家己的功夫，结合地方创新，用因少年人的方式，希望让庄脚有新的发展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是甲布袋戏团合作举办野翁的体验活动，是加入台语的俗语，也有笑诼、趣味佮精彩。布袋戏的师傅伫台顶用翁仔扮演两个角色，换角色的时，无论是讲话开口，也是翁仔咧行的骹步手路，都要有变化，嘛互大凯大人囡仔看甲无腻目。唔敢若看戏名，这回赤坎社区发展协会甲戏团请来社区内，教大家掠翁仔的美感，嘛互因体验翁仔安怎拍练刀。这头家来体验的民众讲，想要弄入去翁仔内就有困难啊。较早咱家来看着，人伫戏台上咧演啊，咱伫戏台骹咧看啊，即个会当摸着啊，真新鲜。摸的这个感觉咧，你是咧摕这个操作啊，恁感想安怎？哦，这无简单。虽然甲讲，迄布袋就是安尼行，骹步安怎安尼，迄个伊咧讲会当变声，会当迄个安跳来跳去安尼啊，真牛啦。来体验的民众对6岁到90岁拢有。苏俊英奖扬布袋戏团讲，布袋戏是台湾本土代表性的艺术文化之一，因认为入去社区推广是延续本土文化真好的方式。布袋戏体验是当做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环，可以让整个亲子、让社区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平常在镇头或是在庙前面看戏台。平常不会去主动去接触到那些戏友。布袋个这样代表台湾的文化，借由啊，甲社区的结合，或者的居民啊，会当来报名，会当来操演布袋戏吼，包括翁仔身段、前膊跳，无共款模样的操作，也个有呢，会背身会正地吼，欣赏着翁仔的细节啊，这是这届社区的这个教学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即马布袋戏的市场是豆豆的戏迷，剧团嘛讲，因演出有对时代的调整，演出内容嘛加入台语俗语甲笑诼，互民众哪看戏哪学台语的智慧。因望大家通继续支持本土文化，看到传统艺术的水。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美国的感恩节假期就要到啊，不过这北卡机场员工说是长咧罢工，加上寒人的风暴，可能感恩节交通会受到影响。另外，这美国总统拜登如果是照传统伫咧白宫特赦回家，这嘛是伊任内上尾一届感恩节仪式。Well, good morning. They've raised two special guests we're honoring today, Peach and Blossom. Let's bring Peach up to join us. 美国总统拜登特别强欢迎两只幸运得到特赦的飞机。Born this past July at the Zimmerman family farm, raised by the I hear you. That trip's 1,100 miles. It takes 16.5 hours. Through it all, they stayed calm and they gobbled on and still gobbling. They stayed nice listening to their favorite music, which apparently includes the song Living on a Prayer. Well, fellas, your prayer's going to be answered today. 拜登表示，家己过去4年伫遮办一项传统活动，即摆真欢喜，桃仔甲花蕊用免食做桌顶的菜，所以因会送去明年苏达州的美国农场生活。感恩节假期要到位，北卡夏洛特到格拉斯国际机场几啊百个员工对薪水不办罢工，恐惊对这礼拜步行交通运输造成冲击。We just want higher, more wages and a little respect. 当天的风暴可能让大家等于团圆计划受影响，安村的发达山脉、中西部加5大河区会落雪。美国汽车协会预估有将近8,000万旅客出外到路途差不多80公里，或者是更较远的所在。其中7,770万是赛车，584万人是坐国内航班。美国运输安全局伫这礼拜内会对全美国机场1,830万人公布进行安检，会比去年同期加出6%，也符合今年安全规范。2日到第7两天会是感恩节，航空运输上无用2天。公司新闻，恩文玲、听秀玲朋友。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
中部地区17度到24度。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5度到22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贝里埃瑞群岛是地中海一系列岛屿，属西班牙所管的，已经成做北欧人上热门的度假胜地之一。因为群岛伫地中海位置，伫古早罗马帝国时代以前，就予外国公权占领。